观众朋友食饱未？老师平安。平安。今仔日来即个人头山。老师嗯，是透早，老师是透早爬去山顶诶看。对，爱透早去咧山顶看日出。迄个老师毋管佮去倒一个，拢爱去翕即个日出吼，看有无共安尼有无吼？咱今仔日要来2000档以前诶对无？一个啥物做有名诶哦，你已经听过。伊诶国非常非常诶大，伊要起这啥物人头山哦，看起来有一点。因为规山拢人本地是要做神庙啦吼，要家己本地是讲伊家己吼要互人敬拜啦。哪会知影即阵伊诶头拢长去啊？是，所以爱看到后壁吼，后壁阁有老师诶录影哦。为虾米即个人遐尼厉害吼？到底是虾米人？有人摇着啊？袂安尼吼？咱先来看即粒山叫啥物名吼？叫做这已经是世界遗产了吼。叫做 Namrud 内姆鲁特山哦 ，Namrud。即个这个山因为足歹国讲吼，Namrud 咱足歹发音嘛吼，所以大部分人拢讲人头山啦。有神诶吼，南头坎 Namrud。边仔迄个图就是迄个国王。迄张地图，你看地图拄好伫咱讲过，咱前届毋是讲上勒乌尔法阿必兰诶出世诶所在嘛？迄上勒乌尔法诶顶悬隔一条幼发拉底河，诶北边就是内蒙鲁特山。迄个山顶2000几公尺诶山顶。就有一个国王伫遐起伊家己诶庙，伊家己封做神啊，要互人拜。叫即个国王诶名，其实无啥熟悉吼。但是咱也袂记哩上勒乌尔法，啥物上勒乌尔法吼，会当去看咱顶届讲诶啦吼。前届讲诶阿必兰出世诶所在。即个山2000几公尺呢吼。2734公尺，伫土耳其诶东部。山顶有一个叫科马基尼王国啦吼，科马基尼即个国名，咱毋捌听过，我也未看以前嘛毋捌听过，所以咱要来介绍即个国是对对来诶。国王叫做安提奥古一世一世个二世、三世、四世，一世为家己做诶陵墓啦，就是讲伊要家己做神啦。所以就甲足济什么希腊诶神拢徛做伙。是安尼，所以这大概是迄个耶稣出世进前70当诶代志吼。对啊，耶稣出世以前诶代志。后壁有一个啥物？有一个尖尖诶山，就是伊伫遐咧做献祭诶所在嘛。因为因拢向东边，你看日头出来拄啊晒着因诶面有无？因为因拄啊拢咧看日头啦。对安尼。拢向日头迄边，日头出来伊就献祭。较早拢安尼啦，看到月亮拜月亮，看到日头拜日头，是安尼嘛？对太阳神之类诶吼。所以即个是一个。Namrud。有人去过无吼？甲咱讲一下吼。这是老师去过所在，所以伊就是为什么塞琉古帝国？塞琉古帝国内底一个部落独立出来。塞琉古，咱我小等爱介绍塞琉古，因为即个甲圣经内底写南国北国相战，战来战去诶代志拢有关系啦。阁有真济圣经内底预言拢是有关系啦。所以讲，咱小等者就来小介绍即个国家。所以就是讲，去足济人头诶国王，就是上有势力诶，对无？就是讲足老诶。你看顶悬迄张图片，顶悬本地是拢人头拢贴伫顶悬。
贴伫迄一身，遐顶悬有1、2、3、4、5身嘛吼，会较有5粒头，即5粒头一粒上倒边迄粒，倒边迄粒就是国王的头啦，国王的边仔迄个是一个女神啊，一个智慧的神女神啊，来就是个众神的王，就是宙斯，希腊的神，就讲伊甲希腊的孙仔甲因的神话，希腊甲因的神的重要的神拢徛伫顶悬，伊家己就是拜伫迄个倒边迄个，意思就是讲迄个，伊有哪要做神就对啊。伊空神徛做伙，做老诶安尼啦吼，这有厉害。所以即个就是你遮看诶吼，边仔遐因为人头人拢毋知影什么名，边仔遐有一个牌啊，这牌啊就写第一个就是第一个上就是一只鹰仔鸟，来就狮头，过来是国王。科马基尼国的国王，过来的就是讲对这个所在，咱看出因每一个人的名啦吼。中迄个就是宙斯，咱叫做宙斯希腊神，就是讲迄个总管啦，所有的神的总管叫做宙斯嘛。太阳神。阿波罗的太阳神，阿波罗咱拢知阿波罗，伊是太阳神，所以呢方向是向东边，所以阮爬起来看日头出来，就是对东边出来。第一个日头出来，因就看到啦，所以阮就足早起来顶悬看日头出来，看神是安怎看日头这是较早的人想的神吼。这拢是假的，这神拢假的。所以伊看因迄狮啊，还是讲迄鹰仔鸟，有哪有神呢？有哪是神咯？都是因呢。这两边诶吼，你看这两边拢是狮啊，两边对称诶。双边拢狮啊咧甲因顾，是。来就是讲，其实咱看到伫迄个但伊主要是要讲一个预言，就是看圣经吼。因为所发生的这个故事是伫圣经内底吼，100当中都写好啊。所以咱大学生读这个圣经，来看后壁迄张，就知影讲代志拢照圣经所写。这个是但以理书11章第1节啦吼。当马大王大利乌元年，我徛起来，互伊坚固勇壮。伊是讲。这个第一条意思就讲，伊徛起来互天使勇壮，天使就甲但以理讲话，但以理甲这个代志写起来，就是安尼啦。天使安怎甲但以理讲？你第2节开始记载讲，当我将真实的事指示你，就天使咧指示但以理，但以理接安写来讲，看。波斯要阁有3个王兴起，第4个要真好业，赢过因遐个，伊对伊的好业，正做强猛的事，就要激动众人攻击希腊国。那一个国王啦，亚哈水鲁，人讲迄个是亚哈水鲁，就激动波斯去攻击希腊。毋知影希腊有一个勇猛的人起来，第3节讲要有一个勇猛的王起来，就是希腊迄边啦，有一个什么这个人像，这个就是亚历山大，亚历山大，伊要第3节讲要有一个勇猛的王起来，用大权来治理，照意思来行，就讲伊的权真大。欧洲非洲、亚洲的土，拢占伊要到的土地。伊若要伊小战毋捌输就对啦。伊向东向北建战拢建赢，所以伊的国土占足大。毋过伊兴起的时点边就死去啊。伊甲起来12啊，12当外13当安尼尔。第4节讲，伊兴起的时，伊的国要分裂。天的四方分开，
总是无归伊诶互诶，也袂比得以前所掌管诶，因为伊诶国要拄着爬起来，归伫遮以外诶别人，就讲伊变做伊死以后，伊诶国就分做4个国，啊，这4个国拢总甲伊无关系，也毋是伊诶亲戚，也毋是伊诶后裔哦，因为伊有一个兄弟互人杀死啊，啊有一个。2个细汉囡仔爱互人杀死，伊拢无互伊啊！哦，即个国王是来，咱过来后壁迄张吼，你来看即个，就是哦，即个伊个人头，四个头吼，拄则讲即个国王对吧？啊，个因嗯个神啊吼，放嗯，大诶，所以你哦，看，啊，伊个鸟啊，有无？遐有一只知影狮啊，哦，知啊，影，个有，哦，啊，这是破喙，反正因有足侪雕像拢是做神咧拜啦，毋过拢是落落来，拢喙鼓鼓就对啦。所以伫但以理书已经有算着即个，然后有写着吼，就是讲迄个上帝透但你过你十一章吼，伊就透过天使向但你启示，波斯啊，甲迄个希腊有足侪王战争，才会启示互人看着。你圣经哦，佮继续来读落去，你会发现讲，哇，这足好看诶故事。有诶南边诶王来用因查某囝嫁互北边诶王，想要用安尼来甲因害啊，是安啊北边诶王。佮用因诶国王诶，用因诶查某囝，佮嫁互南边诶王，就是安尼啊。两边安尼，南边就是埃及嘛，啊北边就是叙利亚嘛吼。啊，两国就一直战，啊两个战来战去，啊中迄国是啥？中当然是以色列啊。埃及要去叙利亚是毋是要经过以色列？啊，叙利亚要去埃及，算是可能要经过以色列。啊，两个国家吼，所以不是拢圣经内底就记载遮，有时在埃及，有时在北边的王，哦，有时南边的王遮，哦，安尼伫圣经内底足侪所在拢有记载即个故事甲历史。哦，所以一哦，大堆吼，我看迄什物会台相，啊来什物人搁找什物人去你国爱安看讲尼真无啥认干，真嘿，用笔记啊，了了写甲有法度人哦，讲清楚，啊若无吼安尼回落落。真正哦，哦，所以讲书的第4个王是指，就是以斯提指个啦，因某就是以斯提啦，是，就是伊甲讲即个伊个王洋哈对调。水路是哦，以足斯提做后来毋是选以斯提做伊个某嘛，是，做伊个所以是王诚后吼，恐怖诶一个王，但是因某无听伊诶话，马上废掉诶，来废掉啊，带一个以斯提入去。是，哦，拄则我已经讲了，永命的王就是指希腊的亚历山大的。所以伊敢亚历若山大是13担20尔咧吼，伊20岁就起来做国王，领兵来向东边小战去。啊，哦，伊开始小战的时拢毋捌输，哦，是，拢总甲13档尔，战去到印度，你看对希腊啊，经过土耳其，啊，佮一直向东边去，一直到印度，哦，啊，最后呢，伊无缘无故，倒来遐可能破病，啊，就死伫巴比伦啦。哦，所以即个所在是之前拢是伊诶土地啊吼，哦，这就是迄个科马基尼王国的土地，啊，伫迄个山顶会当看到，遐有水的所在，就是叫法拉第河啦。哦，是安尼，这有厉害，这是透早足早爬起来，规团诶人拢爬起来翕相就对啊。所以后来分做4个国，圣经嘛有哦，写，这个4个国吼，伫顶悬写的。哦，下骹有一个埃及，埃及绿色的迄个就是吼，青色的遐就是埃及啦。啊，顶悬吼，感仔色的遐就是塞琉古，咱讲的塞琉古。啊，咱讲的人头山就是塞琉古即个王朝内底的一个较小的国家，就是讲较小的领袖。因独立家己来做因的科马基尼王国安尼。
伊就家己做神啊。毋过南平迄阵的国王拢做爱奉神啊，做爱互人当做神安尼拜。领袖啦，像独裁领袖啦，像拢安尼是啊，因为埃及像埃及来讲，埃及听讲国王要签伊要降旨伊个旨意伊个文书要写出来是伊签名，毋是签伊家己个名是签上帝啦。伊就讲上帝，这是上帝发的公文是。家己当做家己是上帝，所以都早的。所以伫宾馆我有写伫323年的时阵，这是主前啦，主要所以前323年，亚历山大的死去，死去的是伊个国家就分做4个国，伊个4个国第一个咧马其顿的安提戈王朝，也有那是叫做科西马克斯因为是对翻译的，所以名拢做歹读。个小西亚塔洛斯王朝为叫做卡山德因为有时两个人咧争甲因两个人名拢写出来。上个重要的第3个第4啦，第3个叙利亚的塞琉古王朝，这个塞琉古就是圣经内底写的北国。来埃及的托勒密。托勒密是南边埃及，是埃及甲迄个叙利亚两国咧相战，拢爱经过中迄个以色列，中迄地就是以色列，以色列，对，遐就是以色列你看，拢两国拢是所以不是因为国家以色列迄个时阵差不多拢伫战争内底啊。虽然古代皇帝有讲互因去，搁再重建因的耶路撒冷，毋过有那是不时咧相战，甚至咧去因的城的墙啊是一面爱举武器，一面甲做工。毋是拢爱安尼嘛，拢一面举武器一面咧贴砖啊。是，这个圣经内面定定讲，即物圣殿。第一圣殿歹去的是，搁去起新，就是安尼。就是迄个时阵，迄个时代。这就是透早去翕到的。透早天还未光，就看到一个物件在震动。我想讲那是狗啊。后来小可光看个毋是，这是狐狸啊。你看记无啊？有人看过，这真水呢这若咱迄个去用掠去做啥物？做围巾啊，所以你看这个亚历山大真少看到狐狸，是，干那伫印度片看的尔，其他无。咱看亚历山大伊要死的是毋是？这个故事，咱像足济人拢已经知影。伊个观察讲爱留空互伊手伸出来，这是伊的语言交代讲安尼做，因为伊要互人知影讲，伊一生一直奋斗，一直战，逐项拢赢，伊得到足济土地结局咧两手空空，什么货都带袂行。因为伊要互人看伊的手空空。是，而且你看，遮尔济人伫遐看你讲伊的囝拢去互杀死啊，对无？对啊，伊两个嘛是互杀死。所以伊拢无亲属，伊的后裔拢总无啊。所以伊迄阵所抢的这个土地，爬起来做王，到伊死拢总甲12单外尔。无一地拢是，无一地是伊的，还是讲伊的财产？逐项拢是别人的，伊家己留，虽然伊无留半项，毋过伊甲希腊的文化甲文字。留了，这个圣经有意思，这其实拢是上帝咧掌握吧。为安怎讲呢？伊若毋是安尼，你看连埃及都拢用希腊文字咧，拢全部遐人拢用希腊文。所以后来圣经毋是对希伯来文，就用希腊文写出来嘛。是。咱今日看的圣经毋是拢希腊文。所以伊的功劳嘛足大的对啊。所以伊的影响真大。
啊，即张就是迄个要爬去迄个山顶诶头前，登山口啦，迄个登山口遐踩石牌啊，这是讲即个所在有哪是一个足重要诶，要值得保存诶一个古早物件。是，所以啥物才是永远诶代志，就是讲，哦，就是讲迄个科马基尼王国安条克伊斯吼，伊伫山顶修伊诶墓，建筑大诶神诶像，从家己甲希腊啦、波斯诶神，拢徛做伙，想要死后做神啦。想讲伊死后哪会做神就对啦吼，永远得到荣耀。啊，即阵呢，遮石头拢已经断落来。山头山尾东边西边，你看一世界拢人头，所以人讲伊是人头山。是，看到遮诶观众朋友，爱甲家己起一个赞，因为咱拢是有永远诶活命诶人，对无？咱会选择毋是伫即个看会到诶，有当时啊看会到诶，咱想要袂当带摕走吼，看袂到诶，开始会当留永远诶哦。所以看到这真正，这鹰啊鸟啦、国王啦，啊甲迄个女神啦，拢伫遮，拢也搁伫遮。伊签名诶是家己写是上帝吼，所以上帝就早甲伊叫去甲伊见伊安尼啦吼。啊，即个咱就看到圣经。后书4章18节，阮所重视诶，毋是看会到诶，是看袂到诶。看会到诶是暂时，看袂到诶是永远。所以咱追求诶是迄个看袂到诶。对。咱即阵就来看先看会到诶迄种啊吼，老师翕诶看会到诶即个，对老师做伙来说。内姆卢特森。所以看顶人先几公尺。透早有车去哩啊，迄遐尼悬嘛是真的。真侪人伫遐等日头出来。所以还是我爱看日头。就是人袂当时间一久，就是拢长去。好济来伊为着了诶什物歌着。日头要出来是要落山。这是西边。
讲吼，毋通为家己啥物，迄个积存财宝，袂想吼。所以上帝嘛是借着迄个立神人，咱个国家的语言统一对无？即个是不同，这是啥物？有今个样啊，这黑色的羊啊呢？是哦，厉害哦！多谢老师的分享吼，咱会知影讲今仔日看会到的是暂时的吼。是暂时看袂到的是永远，所以咱追求的是咧看袂到。是，所以观众朋友若有感觉这咱讲的有道理，欢迎你去附近的教会哦，会当去明白阮即个看袂到的上帝，伊知影咱要去的所在吼，啊来即个人头山，真特别吼，真厉害。人头有哪是拢长了了，拢是长了了，就是希望大家拢会当有看会到，看袂到的吼。咱伫看袂到的世界，跟咱见面。后礼拜一的 AM 台湾8:30，泰国7:30，澳洲1:30，搁继续来听老师讲故事哦。多谢老师，多谢，听众朋友，大家平安，后礼拜再会。